使徒行傳第22章，保羅講：各位父老兄弟，請聽我嘅篇幅。佢哋一聽到保羅用希伯來話對佢哋講話，就喊卡點。保羅繼續講：我係猶太人，出世在基利家嘅大數，仲係在耶路撒冷長大嘅，係加瑪列嘅學生，接受祖先一切法律嘅嚴格訓練，熱心侍奉上帝，同你哋根本日在場嘅每一個人同樣。我是將遵行這套嘅人逼到死，也搜查男信徒，作佢哋關在監獄度。太子是流傳議會嘅長老，做得證明我所講嘅話係實在嘅。我對佢哋拿到本大馬士革嘅猶太同胞嘅信呢，所以我去嘅位愛作嘅道人，將佢哋特定帶進耶路撒冷來接受刑罰。我為到大馬士革嘅事，約在當主頭，忽然猶太講對天堂下來，就在我嘅主位，我望在地上，聽到有聲對我講：掃羅，掃羅，你做乜嘅迫害我？我問講：主啊，你係乜人？佢講：我就是你所迫害嘅拿撒勒人耶穌。佢就同我共下去嘅人看到佢講，仲係無聽面嘅對我講話嘅聲。我又問：主啊，我愛做乜嘅真好？主對我講：放起來，入大馬士革上去，在嗰位有人為了你講，上帝愛你做嘅一切事，因為佢講清強，害我嘅目珠看唔到，同我共下去嘅人就牽定我嘅手，帶我入大馬士革上。在嗰位有一個人名按到阿拿尼亞，佢係虔誠嚴守法律嘅人，親屬大馬士革所有猶太人嘅尊崇。佢來看我，企在我嘅身邊講：掃羅兄弟啊，讓你看得到，這時我嘅目珠好咧，我就看到佢。佢講：我到祖先嘅上帝已經揀選你，愛本人明白佢嘅旨意，可以看到佢公義嘅僕人，也聽到佢親口所講嘅聲音，因為你愛為佢做見證，將你所看到、所聽到嘅老萬民講，這下你還言殘罵嘅，放起來，求喊佢嘅名來涼洗你，使你嘅罪得到洗清。後來我轉到耶路撒冷，在聖殿度祈禱嘅時，我入神得到一個異象，在異象中，我看到主，佢對我講：急急離開耶路撒冷，因為這地方嘅人唔會接受你為我所做嘅見證。我講：主啊，佢哋隆重地我是入國會堂，作信義嘅人去管，並鞭打佢哋。你嘅見證人司提反受害流血到死嘅時，我也在場，戰勝嘅件事，還推佢哋害死佢嘅人撞衫。主老我講：你去，我會派你去遠方，到外邦人嘅位。眾人本來點點聽保羅講話，總係一聽到這句話，就大聲喊講：出體記、創世記，這種人係該死嘅。佢哋就一邊吵，一邊將衫平脫，又向天挖奶骨。羅馬嘅指揮官就命令將保羅帶入營房，又吩咐兵內鞭打拷問佢，要查出眾人為乜嘅對佢按樣親恨。佢哋將佢捆起來，要打嘅時，保羅對企在身邊嘅一個軍官講：對一個羅馬公民冇經過審判，你就去鞭打佢，這係合法嘅嗎？嗰軍官一聽到這句話，就去見指揮官，對佢講：你想樣辦真好，看你係羅馬嘅公民。指揮官去見保羅，問佢講：老我講，你係羅馬公民麼？保羅應講：係。指揮官講：我用一大筆嘅錢，爭得到公民嘅身份。保羅講：我出世就係。
所以佢哋愛拷問保羅嘅人，夾夾散開。指揮官一知保羅係羅馬公民，又因為識困過保羅，就捉強起來。佢指揮官想愛啲猶太人告保羅失態嘅原因，所以第二日，佢解開保羅嘅鎖鏈，收拾祭司長留全議會，然後將保羅帶出來，喊佢企在基督面前。